Hoka 經典鞋款 Clifton 喺今年7月一口氣推出最新一代 Clifton 11同埋全新升級款式 Clifton Pro。Clifton Pro 到底 Pro 喺邊？同一般版本嘅 Clifton 有啲咩分別？今集就同大家全面比較分析。歡迎收睇 Wasserman Channel， 呢個係一個中意跑步嘅業餘跑者嘅個人心得分享。歡迎大家俾 like、留言同埋 subscribe。多謝 Hoka Hong Kong 提供 Clifton Pro 俾我去做實測。至於 Clifton 11呢，就係我自己自費購買嘅，全片內容都係屬於 100% 獨立製作嘅實測口感。首先同大家了解下兩對鞋嘅基本參數先。Clifton Pro 同 Clifton 11嘅 Stack Height 嘅設定咧係相同噶，同樣都係後踭42mm， 前掌34mm， Heel Drop 8mm。重量嗰方面啦，同樣都係 US 8號半。Clifton Pro 咧左腳重273g， 右腳275g。Clifton 11咧就輕少少，左腳267g， 右腳264g。Clifton Pro 用咗新中底，個名叫做 Pro Glide Plus， 係注入咗氮氣嘅 Super Critical Foam， 基底咧仍然都係 EVA。至於 Clifton 11咧，繼續用翻系列沿用多時嘅冇壓 CM EVA 中底。outsole 嗰方面啦 ，Clifton Pro 用到嘅係耐磨度比較強嘅 Durabrasion 橡膠，至於 Clifton 11咧就係一般嘅防滑橡膠。Clifton Pro 同埋 Clifton 11嘅空間咧相差無幾，揀翻 True Size 就可以啦。為咗比較 Clifton Pro 同埋 Clifton 11呢兩對跑鞋，今次嘅實測除咗一般使用之外呢，就仲有用翻兩對跑鞋進行幾次距離強度相同嘅訓練，分別係6分半 pacing 嘅6公里輕鬆 recovery run 啦，大約6分 pacing 嘅15公里訓練，同埋大約5分 pacing 嘅6公里 tempo run。Clifton Pro 同埋 Clifton 11外形相似，不過跑感呢就好唔同啦。Clifton Pro 用咗 Hoka 全新嘅 Pro Glide Plus Super Critical Foam， 雖然基底都係 EVA， 但係 cushioning 啦同埋個柔軟度咧係明顯比 Clifton 11高噶。咁至於 Clifton 11嘅腳感咧就比較明顯 firm 啦，個路感係比較直接嘅。數據上 Clifton Pro 係重過 Clifton 11噶，不過就實際跑感嚟講 ，Clifton Pro 咧就明顯更加輕盈啦，更加有推進感。點解會有呢一種咁反直覺嘅感受呢？咁初啦，我以為原因咧就好似官方資料所講 ，Clifton Pro 用咗更加 aggressive 嘅 Metal Rocker 嘅 rocker shape 啦。不過實際上咁睇啦，其實 Clifton Pro 嗰個 rocker shape 咧就冇好明顯咁好 aggressive 嘅。我認為咧最大嘅原因始終都係喺中底物料身上，佢 Super Critical Foam 咧擁有更加強嘅抗塌陷能力，令到個動力冇射走，將步伐更加順暢咁推出去。另外啦 ，Clifton Pro 嘅穩定度咧亦都係比11優勝啲㗎。原因啦，除咗係物料嘅抗塌能力之外咧，亦都係因為 Clifton Pro 擁有更加闊嘅鞋底着地面積，喺相同嘅 Stack Height 嘅前提之下 ，Clifton Pro 嗰個鞋底 Stack Height 比例咧係更高㗎，意味住呢對跑鞋擁有更加穩固嘅底盤。不過呢一種穩定度嘅分別咧，其實就唔明顯嘅，起碼要喺10公里至少1個鐘頭以上嘅活動時間咧，你先會感受得到㗎。Clifton Pro 嘅鞋面網布嘅透氣窿咧係比起 Clifton 11大噶，呢一點咧好明顯見到嘅。兩款鞋嘅實測情景都係喺香港最熱，體感接近攝氏35度嘅時候。實測過後咧，其實我覺得兩對鞋個透氣度咧都屬於合格嘅級別啦，唔算話極致嘅透氣，但係至少喺酷熱下面咧都唔局促，整體差別其實就唔係話好大嘅。Clifton Pro 同埋 Clifton 11兩者嗰個包覆 setting 咧，包括鞋領同埋鞋脷嘅厚度啦、heel counter 嘅堅固度啦，同埋 lacing system 咧，兩對鞋都幾乎相同噶。比較明顯有分別嘅地方咧，就係 Clifton Pro 嘅鞋脷咧就用咗 gusset tough 嘅設計，設計上鞋脷咧會比較穩固，冇咁容易移位嘅。整體嚟講啦，兩對鞋嘅包覆設定差唔多，冇乜明顯嘅分別嘅，屬於 daily trainer 嘅包覆程度咁啦。有一定嘅厚度包覆，靈活度唔算太高，但係又未至於好似嗰啲頂換跑鞋嘅強烈鎖定感嘅。outsole 嗰方面啦 ，Clifton Pro 除咗用到耐磨度比較強嘅 Durabrasion 橡膠之外，佢嘅包覆紋理咧亦都同 Clifton 11唔一樣噶。可以明顯咁睇到啦 ，Clifton Pro 全掌咧都有橡膠包覆，包覆嘅範圍咧係比起 Clifton 11多噶。
咁啊，防滑度嗰方面啦，我曾經喺雨天啦就着過呢個 Clifton Pro 喺田徑場度跑 interval 嘅，防滑能力非常之好，俾到人放心加速轉彎嘅。咁啊，至於 Clifton 11啦，我就未試過喺雨天度跑，咁不過一般情況下其實咧都同 Clifton Pro 唔會話有好大嘅分別嘅。咁啊，至於耐磨度嗰方面啦，因為兩對鞋跑嘅里數都唔多，所以暫時都唔可以落定論。着咗兩對鞋實測之後嘅最大感受就係 Clifton Pro 確實咧就係 Clifton 嘅全面升級版。不過呢個升級咧並唔係話完全嘅改頭換面，而係用到 Clifton 系列嘅設計語言做基礎去升級噶。例如啦 Stack Height 啦同埋呢一個Heel Drop 咧係相同嘅，只係改用咗 Super Critical Foam， 令到跑鞋咧喺緩震啦、跑感啦同埋穩定度方面都有提升。包覆設定咧其實係好似噶，不過就用咗更加薄嘅網布。另外啦，都將一般嘅鞋脷咧就改咗做 Gusset Fit 嘅設計。至於鞋底咧就用咗更加耐磨嘅物料啦，同埋增加呢個包覆面積。咁喺使用場景嚟講啦，我個人認為啦 Clifton 11咧就適合 daily training 咁用啦，喺唔多過半碼距離內嘅一般慢跑，甚至乎攞嚟日常行街當休閒鞋咁樣去用嘅。至於 Clifton Pro 咧，由於喺跑感啦同埋穩定度方面咧都有比起 Clifton 11升級嘅，所以 Clifton Pro 除咗可以應付日常嘅慢跑之外咧，亦都可以稍為咁應付長課同埋稍稍加快嘅 tempo run。咁啊，整體嚟講啦 ，Clifton Pro 依然都係同 Clifton 系列一脈相承，佢冇因為加強跑感變成 Mud，亦都冇話因為加強咗個穩定度變咗 Alahi。Clifton Pro 嘅最大特性就係冇僭越 Clifton 系列嘅前提之下，將緩震嘅極限啦、energy return 啦同埋長距離嘅 stability 進一步去強化，所以呢一個咧就係 Clifton Pro 嘅 Pro 之處啦。但係總括嚟講啦 ，Clifton Pro 點樣變都好啦，佢本質上咧依然都係一對 daily trainer， 而唔係一對 super trainer。你唔可以將佢同 Evo SL Super Blast 之類嘅 super trainer 相提並論。最後啦，都講翻下價錢 ，Clifton Pro 同 Clifton 11嘅建議零售價分別係港幣1349同埋1199。咁啊 Clifton Pro 各方面嘅升級成為150蚊，到底值唔值呢？坦白講，呢一個問題咧就冇固定嘅答案，一切咧都要睇翻跑者本身嘅跑鞋陣容啦、偏好啦同埋訓練需要而定噶。如果你本身着開 Clifton 系列，你覺得好舒服，但係希望之後訓練咧係能夠更加加長個距離啦，又或者你想提高少少嘅訓練速度咧，咁 Clifton Pro 咧係一個可以考慮嘅選擇嚟噶。今集嘅 Clifton Pro 實測報告都差唔多啦，好多謝你可以睇到最後咧都要戴翻個頭盔。我只係一個視跑步為興趣嘅業餘跑者，1000個人1000對腳，每個人着每一對跑鞋嘅感受咧都會唔同。咁啊，如果啦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希望你可以讚好呢條片。如果你有任何嘅意見想交流嘅話咧，就歡迎你喺留言區度留言。如果你想得到更加多嘅跑步資訊咧，你可以訂閱呢一個 channel。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最大動力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